在高树的快乐日子很快就到了尾声了，但听说高树因为水质甘甜、纯净又无污染，所以生产的凤梨不但香甜多汁，而且甜度高。最后一天，我跟阿婆婆当然要去好好品尝高树有名的凤梨。好来，小朋友来，带你来找凤梨。小朋友来，这个那个凤梨很够强啦，来很做唔得。咱很够强，来安尼保护那个凤梨，唔好分日头西。那哪一种可以？咱过来深深啦，过望喺度像安尼都做得嘞。安尼都可以嘅，我都可以熬嘅過小時咪有那個鳳梨嘅葉油呢？過注意啊哈！這油呢？本來以為採鳳梨非常困難，但其實只要注意鳳梨跟亞北油內就可以簡單上手。我們兩個人一下子就摘了好幾顆美味鳳梨。弟弟來天數來，咱摘啊，講來，安尼摘，來往下壓一下，對，一起。好，安妹加油，加油，很棒。也要小心哦。分了，好，那爱故意是的。刚刚阿婆说啊，凤梨跟鸭梨油内，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哦，这会刺的，知道吗？再拉下来一点，哈，手套戴好，走的时候也要小心。摘了这么多的凤梨，我跟阿婆婆当然是吃不完喽。不过除了可以当水果吃之外，还可以做成凤梨盅。条条啊都卷匀了哈，安尼弟弟按均匀呢，悄悄。天使哦，弟弟会天使的呢。安尼摸起来的。安妹呢？小帮手，很厉害呢。在阿姨的指示之下，我跟阿婆婆携手合作。先将盐巴放下去搅一搅，等水分出来后，再加入糖还有豆豉下去调味，美味的凤梨酱就完成了。属于我们的高树风味跟美好回忆，我们也把它放进凤梨酱当中，一起打包带回家。布布自己做的，做会了哟，棒不棒？做会哦。大拇哥赶快出来！大拇哥洗掉。阿姨，我第一次采凤梨。那你记得要很小心吗？因为凤梨跟亚北有呢。